新闻头起先来看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影响，在北部、东北部拢开始变天啊。拜一甲拜二，桃园以北的雨上粗，若今仔日落雨，温度降低，海上嘛无好。金门水头码头往厦门的船帮，伫咧下晡2点半过拢停驶。大批旅客伫金门水头码头等待，因为天气影响，金门县港务处19早起宣布。 今日海河海上无好，水头来往厦门互通，自下昼2点半航班结束，双向停航关停下昼返程的旅客即会当候补等台。我们7位，大人小孩7位。然后你接下来会，你现在排到几号会？领到了500多号。到下午2点半了。本来就2点半了。对，我们银行的嘛。 伫台北市中正区，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头前，工作人员贴沙包，迎接刷落来连续落雨。东北季风大水气报道，这方面落雨明显，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，提醒宜兰北海岸、大台北甲东北部地区注意，万一雨区扩大，更较明显一点。周一跟周二这2天预期是未来一个礼拜降雨最多的一个时候，在整个雨区的话，迎风面的雨区会再度扩大，包括整个东半。 包括整个北部地区、东半部地区，在明后2天都会有大雨的现象出现。气象署表示，风性风台拜一到拜二相对上晚近台湾，虽然无直接影响，不过外围水气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，形成的雨大会为北部、东北部带来局部大雨，也是大水雨。拜三起，虽然风台管理过东北季风甲低压大影响，这方面会继续落雨。西北部甚至以北有连续落雨，未来1礼拜天气拢无稳定。入秋以来，影响我们最强的东北季风。 紧接着又下来，它预计会从22号影响到24号。那因为这一波它伴随的这个低压带，所以说还是属于湿冷型的哈。气象专家提醒，除了有感降温，沿海风险也会开始明显增大。大天烧来，天气形态已经过一段落。到日后礼拜日，也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报道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